由台南府城四大月老廟共同策劃的單身聯誼的活動，8月15日舉行，嘛開始報名了。台南市第2屆獨身的聯誼活動，擱在由府城四大月老廟來看姻緣。四大寺廟真的非常的用心哈，我們還有1、2、3專案哦。那好運專案包括，你一結婚我就送你一個大紅包，結婚賀禮。再來的話，生小孩的時候給你2萬塊買尿布的錢，那包括你小孩子滿3歲還送3萬哦。台南的四大月老攏有無同的專長，有的是掌管緣分，有的是搞講親情，嘛有專門咧斬桃花，甚至佫會當修復關係，可以擴大你的交友圈。可以說是在這一次的聯誼裡面，我們可以開啟我們最幸福的起點。民政局表示，今年擱再結合台南上強的四大交友團，無論是少年的獨身男女想要找對象，也是想要擴大交友的範圍，攏非常歡迎來報名今年的活動。